大家好，又係我屋村仔啦，我會正式嘗試去開一個屋村仔講古系列，呢個係一個試驗性節目。如果大家中意嘅，都麻煩喺下邊留言話我知，等我有動力為大家繼續創作。屋村仔講古系列第一輯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嘅幫會文化啦。相信黑幫片絕對係香港電影嘅標誌性重要類別，好似古惑仔、無間道、黑社會、江湖，甚至風林火山等等，都係劇力萬鈞，引人入勝，成就咗一部又一部嘅經典。不過現實嘅黑社會同電影又差幾遠呢？就等屋村仔我話俾你知啊！嚟緊落去嘅內容呢，大部分呢都會係收錄自學者同博士嘅研究，所以呢可能會同你喺網上揾到嘅東西啊有啲出入，而聲音亦都會嘗試用 AI 錄音，希望可以提高導出片嘅效率。歡迎大家反映意見。好啦，翻到去正題，今集同大家屋村仔講古。我哋要行一轉睇下洪門點樣由反清口號慢慢變成地方嘅江湖勢力，同時睇埋青幫又叫安慶幫、船幫係點樣喺大時代成形，最後兩條水係喺大城市度時合時分，成為香港社會入邊嘅三合會啦。開始之前，麻煩大家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同埋記得撳埋隔籬個鐘仔呢，就唔會錯過屋村仔每一段古啦。首先呢，就講下洪門。洪門政治式退減呢，其實喺清末民初已經見到端倪嘅。喺早期呢，洪門打正呢旗號係反清復明嘅，有一套呢好完整嘅傳統符號、香堂、口號、詩句、山頭標誌、秘密文書。不過呢，當時嘅官方法令呢，一向嚴禁民眾結黨結社，所以咧你要明白呢啲文書、符錄、標誌咧，多數都係秘而不宣，多靠口耳相傳啦，同埋師徒手抄。去到清末民初，社會秩序鬆散，地方行政時強時弱，洪門嗰種反清口號開始退居到二線，留低嘅係人脈網絡同埋彼此認證嘅方法。簡單講，口號開始服務生計，而唔係生計服務口號。落到20-30年代咧，你越睇就越清楚一種玩法咧，我叫佢做互借。上邊要群眾基礎，要有班肯出手嘅人咧，就借洪門名義；下邊要資源、要保護、要面，亦都會借翻官方或者大商家嘅招牌啊。舉個例子，好似五里山，坊間又叫五聖山，呢個山頭當年嘅鄉主就係國民黨中將車廷芳。又好似嘉嶺山啊，鄉主馬海秋年老之後，鄉主位交俾佢個仔馬金堂，名頭一過手，唔止係支龍頭棍咁簡單，而係地頭、人脈、面子、關係網全部都跟住轉移。跟手你會見到馬金堂已經唔係純粹守住個傳統咁簡單，佢會用堂口嘅名義出面做事，抽徵買賣、稅項、強買強賣，設計名目去攞着數。當時咧，地方官咧同地政部門咧好多時咧都唔敢同佢硬冚，結果係咩？就係洪門組織演變成江湖勢力，口號就喺前台，實力先係後台。呢個就係我講嘅政治色彩退減，成為江湖最肉眼可見嘅畫面。去到呢度，有啲觀眾會問：咁香港而家講嘅黑社會係咪就等於洪門？老實講，又係又唔係。香港近代黑社會嘅發展唔可以簡單話同洪門有直系血緣，有啲堂口會借洪門嘅話語，有啲人會用洪門名義，但係統上未必一體。例如你今日成日聽到嘅14K，確係戰後香港先成氣候嘅幫口名稱，佢吸納嘅人馬、地緣勢力同埋行業結構，同傳統洪門鄉主山頭呢套唔算得上係完全喺一條線上。不過靠名聚人、靠地立足、靠行規運作呢個核心邏輯，兩邊係相通啦。講完洪門呢，轉去青幫，青幫又稱安慶幫，亦有叫船幫。佢本質唔係以反清作口號，而係行業幫會加宗教色彩嘅混合體，有師承、有道號、有章法，修圖標準高，兼且講修行。傳說裏邊呢，開山師祖叫金光道人呢，係道教系統入邊呢一位具有威望嘅人物。到咗第二代呢，就有陸大壽呢個關鍵角色。佢曾經入仕做過地方官，之後遇上逆境，修道、修徒、傳法，將宗教規矩同城市運營接駁埋一齊。
你唔好當呢啲純粹神話，正正因為有師門、有道號、有修行階序，青幫先可以做到可複製、可擴散，沿長江流域一路向東，去到上海，再喺租界呢個多法權空間入邊坐大。青幫帶有道教色彩係其特色之一，亦都解釋到點解佢哋喺大城市可以提供秩序服務，包括行規仲裁、守地頭、保護、接駁娛樂業等等。咁青幫同洪門係咪同一樣嘢？唔係，源流唔同，功能唔同，但係一去到大城市啊，利益、地緣、人脈三樣湊齊，兩條水係就會時合時分啊！你可以想象成咧兩條大水，有時匯流啊，有時分叉噶嘛。視乎時勢，喺上海你見到嘅畫面係有人負責守街，有人做仲裁，有人營運娛樂產業，上頭即係某啲官、某啲權勢，知情又未必會點名認頭，但係下頭就會識得做嘢。呢個半官方半江湖嘅灰色地帶傳到落嚟香港之後，做事方法一齊移植落到嚟，就解釋到點解戰後香港某啲鬧市區會傳出咁多地盤故事，工種密集，現金流大，夜生活旺，警力覆蓋有限，租值高啫。系統自然催生秩序供應商。講到香港，一定要擺翻條制度先。英治政府面對華人秘密結社，冇逐個分你係宗親善堂，抑或某種結義會，而係行一套行政分類，全部一概歸入 Trias。喺法律層面用嘅係社團條例。Cap 151規管要登記，唔登記就屬非法。涉及犯罪就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O 記跟進。其後咧反貪年代開展，警方同 ICAC 就將灰色地帶一步一步收窄啦。於是咧三合會喺香港其實係一個治理名詞，係殖民制度對某類組織嘅翻譯，唔等於清初嗰個熱血傳說嘅本尊。你可以記住，傳說退後，秩序向前，名頭退後，制度向前。翻轉頭，我哋將人物同堂口再一次釘實，等大家清晰啲啦。謝霆鋒，國民黨中將，係五里山或者五聖山嘅鄉主；馬海秋係嘉嶺山鄉主，移交俾佢個仔馬金堂。後者以堂口名義抽稅，強買強賣，巧立名目，連地方政府都投鼠忌器。另一邊，青幫即係安慶幫或者船幫，由金光道人立規，陸大秀接駁落地喺租界坐大。到咗戰後香港，你聽到嘅14K 或者其後眾多嘅堂口，唔一定奉行洪門或青幫傳統嗰套，但係運作邏輯互通，靠名氣聚人，靠地立足，靠行規運作，再配合夜經濟，變成警方口徑下嘅三合會對象。最尾咧都做個小結嘅。屋村仔喺屋村長大，聽過無數傳說，邊個係座管、九江街邊個話事等等。而家睇翻資料啦，同我聽翻嚟嘅都市傳說比較，都未必可以盡信。但係邏輯一以貫之，牌頭係門票，地頭係資產，行規係合同，面子係信用。任何社會咧都有一套地下秩序啊。當咧制度慢、成本高，民間咧就會揾捷徑手法啦。呢種張力正正係我哋理解香港今日所謂黑社會嘅結構性背景，而唔係單靠幾句浪漫故事就講得清。三句收尾：第一，洪門政治色彩退減，最終成為地方江湖勢力，係因為有頭銜可以交易，有人物可以流通。第二，青幫唔同洪門，其師承及道教色彩，仲有行規令佢成為可複製嘅秩序供應，兩支水喺大城市時合時分。第三，香港嘅三合會係殖民制度下嘅管理代名詞，重點唔係神秘傳說，而係治安、經濟、社區秩序三件事。下一集屋村仔講古，我會同大家正式展開香港黑社會組織發展3個重要階段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麻煩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你身邊嘅人，又或者留言話俾我知你仲想聽啲乜。好啦，今集係咁多，下集見。